我已经贴上去我的例句哈。各位我们就边听，然后你也边看我的例句，大概是怎么写的，那你就知道了哈。好，第一个是我一样也是使用这个达瓦的词根来造句哈。好，第一个是嘎达瓦基苏米利索杜萨里嘎嘎，应该有看到哈，我这个好，有我贴在这个讯息栏这边哈。嘎达瓦基苏，你要笑哈。那我这边有一个框起来的，有时候我们在口语上，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我会用后面这个框里面的嘎达瓦古米苏，我常常会这样讲。那我们也可以讲嘎达瓦基苏安努就是就是当什么什么时候要干嘛哈。Katawa kisu milisue to sarikaka milisue 就是拜访访问，sarikaka 就是兄弟姐妹了。那我们在教会有时候会使用就是弟兄姐妹哦。那中文翻译就是当你拜访，因为我这边有中文翻译，因为我这边有一个阿怒，所以我会有一个当，然后当你拜访弟兄姐妹的时候的时要笑，那个笑不是嘲笑啦，所以我后面稍微框一下，就是要心情要愉快，就是你的表情要微笑，要快乐哈。Katawa kisu milisua do sarikaka 这样子哈。好，第二句也是祈使句哦，所以它是一般我都会使用在前面句子的最前面哦。Tawanhu ita kura kapah na， 好，这个是很口语的哈。Sarumiat sangcara malaula tawanhu， 我这边也有多一个呼，就是一下啦啊。Tawanhu ita kura kapah na， 这个都是在口语的时候会常讲了，我自己也会常讲，像这个Tawanhu就笑一下啊。那这是我们像中文的拿一下马那个马啦，好，sarumi asang zara amas malaula， 用 sarumi asang zara amalaula， 好，中文翻译就是我们要笑一下那些年轻人嘛，哦，我们为什么要笑他呢？因为他们如是整天的搞笑，我特别选那个如是，就是有那个 sarumi san 这个呢三，那这个三我查了一下，跟我们口语的那个 sarumi san 有的会写 SAAN 哈三 sarumi sanai 也都可以哈，他们都有，他们如是，他们这样，他们如此整天的搞笑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要笑一下哈。这个笑也不是嘲笑啊，就是说回应他们的搞笑，因为他们搞笑的很辛苦哦。那这个也是那个故乡丰年祭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啦，就年轻人很努力的搞笑一天这样子，那我们要给他笑一下。好，Tawaan hoita kura kapahna sarumi as sang sang la malaula。好。第三个例句练习哦，Pagkatawa kura kapah itamianan， ita 我少写了哈，我待会再跟着呢。Pagkatawa kura kapah itamianan tu laula nangra， 好，我先修改一下哈。itamianan 这个哈是第三个例句哈。Pagkatawa kura kapah itamianan tu laula nangra。好，中文翻译就是那些年轻人让我们对他们的幽默笑，就是他们的搞笑啦，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哦，简单的就是巴嘎达瓦古拉嘎巴伊达米亚那就是古拉嘎巴那个年轻人让我们笑，有没有？那个巴嘎达瓦让我们笑。那我多加了那个笑的这个原因哦，为什么要让我们笑？就是不劳了能让就对他们的幽默来笑啦，就他们的搞笑啦。那我中文翻译我稍微有修饰哦，我上面第二句我写搞笑，那第三个我写他们的幽默这样子哈，那其实都是一样的哈，就说在我们的主语里面，这个搞笑、欢乐跟幽默，其实好像都是可以用那个马老辣这个可以拿来用哦。那我特别有用第四句，就是我稍微换一下那个方式哦，我来念一下，这第四句这个 Sarumi Atsan 这样，我也是有用这个哦 Sarumi Atsan Kurakapah Malaula 啊 Pakatawa I Damianan 这样子，所以这个意思其实跟上面第三句哈 Pakatawa 这个是一样的，只是在使用上，就是位置上会不一样哈。Sarumi Atsan Kurakapah 这个年轻人整天的哈，如此整天的啊，那些年轻人如此整天的搞笑，让我们笑哈。Sarumi Atsan Kurakapah Malaula Apakatawa I Damianan 那些年轻人整天的搞笑啊，让我们笑哦。好，所以练习的方法大概就像这样子哈。好，那我做了这个示范，那请各位也贴上你的练习哈，就照我刚刚的方式这样练习。字根的话我已经贴上去了哈，还需要再贴字根吗？好，我再说一下，因为刚有人先进来哈，就是后面才进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做那个结构的练习哈，然后造句，然后中文翻译这样子。那这个单元就是使用 ma 型的动词字根 ma 型的哈。那 ma 型的动词字根，所以如果说以这个好有人举手，搞造举手了是不是？我刚好练习那个举手的功能，现在好像有举手的功能。哦，好。对，那个红爱有那个药是什么？老师要帮我提供那个字根，那个再帮我贴一下。好。刚刚没有，因为上面前面没看到。好，来，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有了，我已经贴上去了。那如果说各位，如果你我当然会希望就是三句都写了，来不及那你就写一句或两句也可以哦。我们就是这三个，它其实使用方式都一样。好，我们先来请谁？没有啊，没有人点哦。好，那我们就有问题可以使用那个举手功能，真龙这样比较快。我不可以用讲的，不要，因为我这边也不方便写。对呀。好，那就先用讲的吧，用说的。对啊，就是我这边好，那个第一个哦，是，本来甲有啦，技术一家早晚，本来你要爱甲早哦，好，不，我重来了，好怪哦，好，再一次，本来甲有啦，技术
都拜奈努米苏，拜奈，你要爱你的先生哦，这样可以哈、哦。第一句，对，好，第二句是乌拉亨伊苏，不对，拜奈乌拉亨伊苏，古拜奈努米苏，拜奈，你要爱你的先生哦，这句对吗？你说我很你说古拜那一对，乌拉亨书这样吗？伊苏，古拜奈努米苏，这样可以哈、哦。这可以，但是那个中文你刚刚的中文就是是什么？凡奈，你要爱你的先生哦，这样。嗯，所以那个好像没有那么强烈，对不对？对，比刚就是乌拉亨，刚第一句，对对对，对，第一句是乌拉嘎乌拉，搞乌拉基就是苏要爱你的，古凡奈努米苏嘛，第一句，对。对对对。所以第二句的我的这个口气比较没有那么强烈，还是说我表达的比较没有那么好其实是语气的问题，那个语气哦。对那个整个造句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会很怪。哦，因为我不太会讲。好，第因为三句哈、哦，好，我先讲第三句，巴嘎乌拉基班奈基嘎早晚嗯，伊金拉难，班奈让嘎早爱上他，这样对吗？巴嘎乌拉让谁爱？巴嘎乌拉基班奈，然后基嘎早晚伊金拉难，这样。所以这个会很第三句哦，第三句其实会就是那个语义会嗯，比较不明确哦，因为这样的话好像那个井然难是巴奈嘛，就是班奈，对对对可是他也可以指别人哎，对在对对对这一句。对对他对对。所以可能，所以第三句哈、还是要看情境。我们再来看那个改造提供的这三句哈、第改造是我如果待会有讲漏的，你再帮我补充哦。第一好好好，个是嘎乌拉嘛，把奈嘎乌拉，提出去把奈都翻，你班刚讲什么？奈努米苏，哦，把奈嘎乌拉都翻奈努米苏，对对嘛哈，把奈嘎乌拉。对对对，Kaulah tu fa'inai numisu，fa'inai，你要爱你的先生啊、这个那个，我先说一下，大家如果有人需要那个，因为搞到他不方便打字，如果你需要看文字，你再跟我讲，我再打上去哈。或者是如果有人可以代劳打的话，也可以帮忙打一下。好，那刚刚第一句是 banai。狗啦，都反来努米苏，本来你要爱你的先生，这是命令句哈，祈使句。然后第二句是什么那个我多个呢？班奈乌拉恨乌拉恨，啊，本来我来很过反来努米苏，嗨，马丁尼，对对对，本来我来很过反来努米苏，这样的话就没问题。可是刚刚如果我揣摩一下刚刚那个为什么会无法理解，是因为其实是语气。本来乌拉恨古法因爱努米苏，如果要这样讲哈，会抓不到那个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听的人会抓不到你要讲什么。可是每个都对诶，很奇怪哈，这个句子没错，可是如果那个语气没到就很怪。可能我的本来讲的标准了，对啊，对对对，就很奇妙。本来乌拉汉古白奶努米苏，如果这样讲，就听到的人就会那个人哎，哦，他一定会说海沙，巴法纳多卡古，就是把那你要爱你的先生啊，
嗯，这样子，对，意思是这样子。然后第三句是 Pag-ulah si panay i chikatawan，哎，Pag-ulah si panay 几个早晚 chikatawan 以 i 进 singranan 这来样子难，对，Pag-ulah si panay chikatawan i singranan，对不对？对对，把奈让嘎造爱他，或者是爱上他哈。那这一句里面可以只有2个人，井然但是第三人称的那个受格嘛哈。那他可以指的是把奈他自己，把奈，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这个是一种这个要怎么说？这个不是把奈跟嘎造的对话，这个是第三人的这个要怎么说？这个是另外的人的好像在描述一件对事哦，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不是把奈跟嘎造的对话哦。对对对，好，所以那也可以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也可以是3个人。那景然难这个人没有名字在上面，只有第三人称的这个名字也可以，但是这个要配合情境啦，就是有一幅画啊，就是你自己想象一下哈，就是说那个人在描述一件事，然后有把那有嘎造，还有第三个，那个第三个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景拉，那因为他是斜格嘛，是景拉难这样子，所以这个还是要靠情境。好，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学员哈，就是不要害羞，然后也写上你的例句哈。好，我们谢谢葛照提供的句子。我需要写上去吗？好，那个我会帮忙打哦。那各位你也那个，如果你有练习例句的话，也写上贴上来一下哈。我们有例句吗？好，我们请苏贤来念你的例句。嗨，等一下。嘎夫爹嘎木，你们去睡觉。福迪恩拿木，你们去睡觉。巴嘎夫爹杰伊纳杜娃娃，妈妈叫小孩去睡觉。好，谢谢苏贤。好，我们来看苏贤的例句哈。嘎夫爹嘎木，这个是真的是命令句啦，祈使句。嘎夫爹嘎木，嘎夫爹嘎木。啊，第二个呢，夫爹恩纳木，这个也是祈使句哈。那如果说这个就如果我们不加其他的字哦，就感觉比较不合理，感觉上哈。福迪卡木这个是没问题，这个是完全。那福迪安纳木这个如果是单纯这样用的话，会比较怪，因为我们看中文，因为中文是说你们去睡觉，但是在使用上好像
我这么说啦，就是好像很少用到这样弄啊，一般都会使用第一句，卡夫迪亚克木这样子。那夫迪安纳木这个除非是在句子上使用会比较多，那单独这样用会比较少。然后第三句，巴卡夫迪亚吉伊纳杜娃娃，好，妈妈让孩子去睡，这个就也没什么问题。好，谢谢苏贤哦。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使用，就是说像第一个那个例子哈、哦，嘎夫迪、嘎达瓦都一样哈、哦，嘎达瓦、嘎木你们要笑，比如说有人在讲笑话都没人笑啊，主持人说嘎达瓦嘎木、嘎达瓦嘎木，你们要笑啊。那如果说达瓦恩纳木，这个好比较嗯比较少使用诶，一般都会使用在句子。那中文翻译确实是要不点那么确实是你们要睡觉的意思啊，你们去睡觉。不过可能要配合那个情境跟后面的句子使用，单独使用会比较少。啊，第三个巴卡夫德是那一读娃娃，这个就没问题哦。妈妈让小孩去睡觉，这样好。我们再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Katawa kisu anu matazoli kisu atu fafahi no miso。当你和你的老婆吵架时，要遗忘。Tawalan ho isu gula tadi hai ashamak hena。Jimagu malamashai do lumiamiash。你要释怀一下那些狗逼倒灶的事情嘛？有谁每天都是幸运儿？还有第三句。Pagkatawal kuni makapahayan real i takuanan do gihar no maku。这片美丽的海洋让我忘记我的烦恼。这样。好，谢谢 Alex。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Alex 的句子哈。Katawal kisu katawal kisu matsatsuri kisu ato fafahi no misu。Matsatsuri kisu to fafahi isu no misu。matsatsuri kisu ato fafahi no misu。这个没问题。就是当你和你的老婆吵架时，要遗忘哦。Katawal kisu。我们这样乍看哦，其实阿美语跟中文是可以对照的，是没问题。可是从主语的部分哦，我看一下哦。Katawal kisu。Katawal kisu。Katawal kisu。matsatsuri kisu ato fapahi no misu。我先问一下 Alex 啊，要遗忘什么？就是那个情景吗？对啊，就是可能那个吵架的情绪要忘掉。哦，打忘了。好，我今天我在想那个例句的时候，我有想到这个，就我刚刚写就是打忘了哈，他打忘了，打忘了。好像这个我们自己也很少用哦。就是说，虽然我提供了这些那个 marching 的动词字根哦，好像有一些字根在某一些例句的时候会很少用到。那像刚刚那个 Alex 提供的句子哦，可能那个第二个例句会顺一点。打完了，然后但是要那个打完了你是。可能会顺一点哦。好。对对对。那
那第一个可不可以用？可以，可是要加东西。Katawal kisuto，比如说，就是好，Katawal kisuto nasmak 就是你要忘记这件事情。matazuri kisu ato fapahino misu，这样的话就很顺了。所以其实第一个是可以用，只是说因为少了那个很明确的那个，所以我刚才要问 Alex 说要忘记什么这样子。哦，好，我等一下改。对对对，哦，我们先来看第二个看第二句。Tawaran ho isukura tadi hai atlemak， 对啊，这个跟我刚刚讲的。Tawaran ho isukura tadi hai atlemak， 那cuma ko marmasai tu rumias， cuma ko marmasai tu rumias。Tawaran ho isukura tadi hai atlemak， 那这一句就很顺你要忘记一下啦，那个马跟啦，我们中文的那个干嘛啦，那个这样马那个其实是那个我们主语的那个很那是可以通的所以我们的主语就要安好拿一下马很那，它其实跟那个呼那个打瓦人呼这个呼跟那个后面那个很那。其实这两个可以择一，它都有一下或者是马的意思那可以看一下蔡中涵那边他那边也有解释因为它有好几个意义好，今嘛过马德马塞多罗米阿米阿这样子你要释怀一下那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嘛，这样翻译是没问题啦。这个已经是很修饰的那如果说要按主语翻译就是说你要忘记你要忘记一下那些不好的事情嘛其实就是 Alex 讲的这些狗屁叨叨的事有谁每天都是幸运儿呢？这个也是修饰，是用中文修饰的嘛？Cuma kemarin mesai tu Rumi Amias。kemarin mesai tu Rumi Amias。我看一下，Cuma这是谁嘛？那谁会每天去想这些事呢？马勒马赛，或者说去梦到这些事呢？吉马古马勒马赛多罗米亚米亚，那他的中文翻译叫有谁每天都是幸运儿呢？好，那我来问 Alex 吉马古马勒马赛多罗米亚米亚，这个你的中文翻译是你自己修饰的吗？我之前有听别的同学说那个马人们是幸运的，我想说后面加个 ay 就变成幸运的被祝福的，被祝福的马人们赛，这个也是圣经啦，圣经也是有讲马人们赛，就是被神赐福这样的吉马古马人们赛都喵喵，所以像我觉得可以啦，这个可以。好，我们来看第三句巴格达瓦了，这个是第三个例句巴格达瓦了库尼maka pahay aliar i takwanan to kiharan numaku pagkatawar kuni maka pahay aliar 好，这个kuni kuni maka pahay aliar。你看，如果我们先看 PPT 巴格达瓦就是让谁笑那巴格达瓦的后面，巴格达瓦的后面指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它的主词我会讲这个，我们在那个文法上这个要怎么讲？就它的
这件事这个漂亮的海海洋maka bahai area 会让谁忘掉？让我大瓜难，所以他们一大瓜难。好，Pagkatawar ko ni makapahay area一大瓜难，就是这片美丽的海洋让我干嘛呢？忘掉。那忘掉什么？给好了吗？我的烦恼啦，让我忘记我的烦恼，都给好了吗？这样子。好，这一句也不是很难我比较欣赏的是第二句啦。好，我们还有例句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不要继续往下？好，如果各位你写的比较慢或者是不方便写，那你就举手用说的也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往下好，一样，我这边好，也是用达瓦这个字根也是动词的字根。那也是这个单元也是有3个例句例子。这个达瓦故就是我笑的原因或是工具这个达瓦故，所以这个达瓦努马故我笑的原因或者是我笑的工具，所以你待会你就是看是原因还是工具，就看你的句子怎么使用然后第二个呢是嘎达瓦案所笑的人事时地物那这个也是讲的是一件事情一件事，那它也包含的人、地点或东西这样子嘎达瓦案所笑的什么东西这样子好，第3个呢是马达瓦爱，它其实只是那个马达瓦，这个是妈形动词嘛，后面只是加一个 ay， 这样就是在校的人好，我们试试看我们试试看看练习一下，在这个3个例句里面，sakatawa、katawaan、matawai。有没有人要先贴上去？好，如果说好，我们请那个赵老师好了。好，我也是用念的好 ，OK。应该会念得乱七八糟。好，第一个乌白苏尼班奈古萨嘎乌拉阿古金拉难。等一下白苏阿姑是吗？我再一次乌白苏尼班奈古萨嘎乌拉阿古吉班奈样这样。我爱上班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钱，因为班奈的钱，这样对吗？你再讲一次你的注乌白素，你把奈古萨嘎乌拉阿古，你班班奈样吉班奈样，对啊。是吗？对啊，我爱上班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钱。好，我白素你班奈古萨嘎乌拉阿姑
吉巴那样。对对对，好，这样对吗？第一句。白苏尼巴奈古萨卡乌拉哈古吉巴那样。白苏尼巴奈，我我爱上板奈的原因是因为板奈的钱呢。对了，应该这样翻。对，所以这是原因啊。对对对，好，这样可以哈。第一句。可以，第一句可以。好，第二句，吉班奈古嘎乌拉汉努马古，我所爱的人是板奈。吉班奈古嘎乌拉汉努马古，我好所爱的人是板奈。 ，OK，还有吗？可以哈，第二句可以哈。对，好，第三句哈，吉嘎照顾马乌拉海，吉班奈样，爱喜欢板奈的人是嘎照，对，吉嘎照顾马乌拉海，吉班奈样，喜欢板奈的人是嘎照，对，好，要照顾嘛，我来孩子班那样，对不对对， ？OK，谢谢那个大赵老师哈。好，我把你刚刚的，你看看有没有对哈？我们再来重复那个刚刚搞赵老师提供的句子哈。第一个我已经打在那个讯息栏中。我白素你把奈古萨嘎乌拉，我们我那个萨嘎乌拉我打错了哈，应该要连起来哈，这样子更正一下。海绵我有对不对？你也萨嘎乌拉这样子。好，我已经打在最下面哈。那个第一打造的第一个例句，我已经修正版在最下面哦。Upay su ni panay ko sa ulaha ko si panayan。好，upay su ni panay。upay su u 就是那个格位标记嘛，指称的是后面，就是指那个百数，那个百数是把奈的，所以是把奈的钱哦，是把奈的钱这样子哈。好，那后面呢？古萨嘎乌拉，萨嘎乌拉就是爱、喜欢或者爱哈，爱的原因哈。我萨嘎乌拉哈古就我爱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前面那一个，那是爱谁呢？就是爱巴奈嘛，去巴奈样。所以我们要从后面翻嘛。我爱巴奈的原因是把奈的钱，这样子哈。我白说你把奈的钱，我白说你把奈是把奈的钱，然后呢后面那把奈的钱是什么东西呢？古萨嘎乌拉哈古吉巴奈，因为我喜爱我爱把奈的原因是把奈的钱，我白说你把奈这样子哈。好，那第二句呢？吉巴奈古嘎乌拉汉，那么古嘎乌拉汉所爱的什么东西呢？这边是解吉巴奈嘛哈，巴奈是一个人，所以你要看你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你要看你的句子指的是人还是地点还是事情哈。那这边他讲的是人，吉巴奈古嘎乌拉汉那么古。我所爱的是把奈。好，第三个句子，几个照顾马乌拉海，几把那样。好，
爱某某东西的，爱某人事物的人了哈。所以我刚刚应该那个在解释的时候，应该是说笑，就是马达瓦爱，就是笑某人、某事、某物的人这样子哈。好，这个照是个照，古马乌拉海吉巴那样，这个照古马乌拉海吉巴那样，个照是喜欢把奈的人这样子。好，我中文我就不打了哈，那我讲的应该也蛮详细的啦，那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啊。好，有没有别的例句呢？我们慢慢写哈。我们其实我们线上其实学习的人其实也不多诶，看一下。那我希望我们每个都可以那个写例句，然后做练习哈。那尽量不要害羞了哈。那我会希望我们会比较有效果。所谓的效果，就是说从说跟听，还有对句子的理解哈，尤其是做中文翻译的时候，能够更清楚一点这样子。好，那像刚刚Alex 有提供例句嘛哈，我们就等一下 Alex 好了，看看有没有例句啊。像第二个哈，我们看 PPT， 像第二个这个 Katawa 有时候我们在在说主语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例句哈，达瓦，第二个Katawa 它有时候它的那个在意义上哈，它不光只是说所笑的事情而已啊，有时候是那种我要怎么翻译哈，就是Katawa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使用这个第二个哈Katawa，如果我讲说Katawa就是说你这个人哦太好笑了，也可以这样做翻译哈。Katawan tu kura 娃娃的那个小孩太好笑了，Katawan tu 太好笑了，Katawan kura 娃娃也可以哈。那其实也就是说，那个小孩子是被笑的啦哈。好，有没有别的例句呢？森龙哥，是您刚说那个嘎加案，它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放在妈形动词的字根，都可以像您刚说的用令什么什么怎么样？如果是嘎打啊，用别的也是一样哦。就是中文可以翻成令人的那种字根，就可以用嘎加案对，应该是令人，我刚一直想不起来。对，那如果是嘎有些案有可以翻成令人讨厌的这样子。没错，就是这个搞喜。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很让人讨厌的这样，他很让人讨厌。中文如果有什么令人什么什么的话，我们就是阿美语就用嘎案这样子的。对。哦，那我懂了，谢谢。对，那个有时候要用，如果有一些字根可能没有办法去表达，就是可能要用语气哈，像比如说像那个嘎。其实是一样哎，所讨厌的跟那个让人讨厌的，它其实好像中文也是一样哈。
不会有太大差别。所爱的狗了汉，令人爱的，其实可以的。好，那我们请，好 ，X 这个是修改的。你这个是全部都是修改哈？没有，第一句是刚刚老师帮我修改的、啊，后面是我刚刚新造的。OK， 那请你念一下。好，Kadawal kisu tuna shemak anu mazazoli kisu atu papahi no misu。当你和你的老婆吵架时，要遗忘那件事。这是刚刚老师改的。对。然后再来是新的，就是uni magapahai a liar ku sakatawal aku a matawal tu kihar numaku。我遗忘我的烦恼，是因为这片美丽的海洋。好，再来是 awai ku katawalan numaku tu bina binaulan idini nuni nialo。这座部落的族人们没有我可遗忘的。然后第三 ，Jinamo ku matawalai numaku i kaemangan。然后是我在童年时就遗忘的人。好，谢谢 Alex。来，好，我们再来看 Alex 的哈。他的这个修正是我刚刚提供的嘛？Kadawal kisu tu nasmak anu matazuri kisu atu papai no misu。所以我发现就是我们的族语，应该说应该是说语言都差不多了，就是还是会需要语气。像刚刚我听 Alex 念的蛮顺的，可是在语气上就是会比较没有像老人家那种语气就会稍微想一下是那个你要表达的那个，所以还是会需要语气的那个提供提供那个句子的表情这样子。Katawal kisu tu nasmak ano zazuri kisu atu papai no misu。好，我们来看他提供的这个3个例句哈。Unim kapahai area， 这个漂亮的海洋这个美丽的海洋。Ku sakatawalaku， 我忘记的 sakatawalaku， 我忘记的这个原因或者是工具或者是方法sakatawalaku matawal tu kihal maku。好，我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第一个我遗忘我的烦恼是因为这片美丽的海洋。好，我们来看这个句子。Uni magapahai area ku sakatawalaku matawal。这个有点多了呢应该是说uni magapahai area ku sakatawalaku tu kihar maku。应该所以那个你可以不用那个matawal，因为你前面已经有了。对。对好。我忘记的原因是这一片海洋，美丽的海洋。那要忘记什么呢？它后面有补述 ，do kihar mago 就是我的烦恼所以我整个完整的翻译就是那个 Alex 提供的下面这个中文翻译我遗忘我的烦恼是因为这片美丽的海洋所以他讲的是原因或者是我遗忘我烦恼的方法是这片海洋可能写原因会比较好，比较适合一点。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句Awaiku katawalan maku tu pinaulan itini nuni niaroi。
itini nuniniaro itini nuniniaro 比较多。好，这个部落的族人哦，族人就是 Pinaolan， 所以这个是多了吗 ？Pinaolan， 我就是Pinaolan， Pinaolan 就是变成复数，就强调是一群体这样子。哦，很多是哦，很多很多族人这样。Pinaolan， 因为族人，Pinaolan， 还是那个词它本身就是复数型的。其实它其实也是，我看一下，我想一下哦。哦，好。其实这个Pinaolan它也是可以，好像没有明确的是复数还是单数哎。那一般我们在口语上的话，Pinaolan它会是比较占大部分，会指的是复数。如果是单数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说它的名字，或者是说用第三人称用那个人称代名词这样的，没有关系。这个如果有人这样用，那就用，因为有可能是部落使用的那个不一样哈。那我自己的话，我会族人，我就单单使用 Pinaolan 就好了哈，这没有对错哈，我不是很确定对错，对，你就用你习惯的就好了。好，好，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Awaiku katawalan， 就是所遗忘的。那么我所遗忘的，就 Pinaolan itini nuni niaro itini tunalia niaro。好，这个 itini nuni niaro 哈，不能说错了。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的我们部落会讲 dunania niara 也都可以哈。那 Alex 他是讲 nuni niara 哦。好，我们看他的中文翻译哈。这座部落的族人们，好，那 Pinaolan 这座部落的族人们 ，Pinaolan itini nuni niara 好。没有我可以遗忘的哦。好，我爱过katawalan numaku tu Pinaolan itini nuni niaro 这样的哦。我觉得这一句没问题耶，这样仔细想一想，多念几遍，觉得没问题。好，来看第三句啊。Jinamoh 是一个人名，人嘛，一个人名。Jinamohku matawalai numaku gamangan， 就是年幼的时期哦，gamangan。好，那么是我童年时遗忘的人哦，matawalai 被遗忘的人。Jinamohku matawalai numaku， 那么是我遗忘的人。在什么时候呢？在童年时期，以干忙安后。那我自己会加那个一干忙安后面加一个后，就是年少时的那个时期，干忙安后，就那个时代哦，年少时期，干忙安也可以。对 HO， 对。好。是那我过嘛到来那么过一干忙安后，这样小时候这样子哦。好。如果有问题再举手哈，那我们再请那个苏贤老师来念你的例句。嗨，Usakaterni ina tuawa go zai bidengye do suranila， 不听他的话是妈妈对小孩生气的原因。Ubilaong do nanun ni panai go gagedelan ni gazao， 令gazao生气的是panai浪费水。Jigazao go magadelai do la midilai， 对那个学生生气的人是gazao。好，谢谢苏贤老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8点呢？还是我先说好了。
我说完我们再来下课哈。萨嘎格德生气哈，萨嘎格德生气的原因或工具嘛，那这边是原因。萨嘎格德你赢了，赢了生气的原因，对谁生气呢？那萨嘎格德你赢了，杜娃娃对小孩生气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姑就是指各位标记指后面那件事哦。什么事呢？在爱比登耶尔杜苏阿的宁娜不听他的话啊，在爱就是否定词嘛，没有就是没有，比登耶在爱比登耶尔没有听谁的话呢？听他的话就是妈妈的话啊，杜苏阿宁娜。好，不听他的话，不听妈妈的话或不听他的话，是妈妈对小孩生气的原因啊。Usaha keterni ina tuawa ku在bitengir tu sual ningra。好，第二句，哦，好，也是那个课位标记哈，是指的是后面这个后面这件事哈，什么事呢？laum 什么？就是浪费哈，laum tu nanum 浪费水，比 laum tu nanum 就是浪费水，谁的水呢？那努尼那就是妈妈的水啊，不是你巴奈哈，不是伊娜，你巴奈的水啊。好，那古格格德兰尼嘎造哦，格格德兰就是所生气的人事实地物哦。那我们刚刚讲比拉欧姆多纳努尼巴奈这件事啊，所以它是生气的事情哦。那谁生气呢？嘎造生气哦。嘎格德兰尼嘎造生气的原因的事情是什么？是比拉欧姆多纳努米巴奈好，另嘎造生气的是巴奈浪费水。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句哈。比拉欧姆多纳努米巴奈，这个应该是说，我比拉老师，我是欧姆多纳要把努你把那移巴奈到前面。的，对我来想一下，我比拉欧姆多纳努米巴奈这个其实好像没错我在想一次，我比拉欧姆多纳努米巴奈，我刚刚是说巴奈的水哈，不过我这样想一下，我比拉欧姆尼巴奈，我比拉欧姆你巴奈多纳努可能会这样比较好那个就是你刚讲说要对啊，把它调后来到前面嘛，我这样看好像怪怪的。对，可能调到前面会比较好。我比拉欧姆尼巴奈多纳努，就是就是指后面那件事，就是把奈浪费水这件事。比拉欧姆尼巴奈多纳努这样好，是让嘎造生气的事情所以这边是讲的是事啦，就是把奈浪费水这件事。好，我来讲一次完整的我比拉把奈杜纳努古嘎格兰尼嘎造，令嘎造生气的事情是把奈浪费水，这样子那这个事情也可以省略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件事就是把奈浪费水嘛。好，再来看第三句古代杜拉米蒂利塞，几嘎造是嘎造。是干嘛的呢？是生气的人嘎造是那个生气的人，对谁生气呢？多拉米迪利在对那个学生好，中文翻译，对那个学生生气的人是嘎造，好，可以，没问题。好，这个照顾马格德莱多拉米迪利在，好，那我们先休息我们8:05，所以我们8点做修正的Upila ni panay tunanum ku kakataran ni kacau. 好，bila ni panay tunanum 就是panay
浪费水这件事。那这整件事呢，从 bila omni banai dunanum 这边是用那个乌来代替它这个乌指称的就是这件事。古这个的人你改造，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我们线上，就是说我们线上学习的人老师或同学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先看那个讯息栏这边就是8:04分苏璇老师所提供的这个修正，我现在念的是这个那这个格位标记指称的这个乌欧这个字指称的就是后面这件事那它可以用一个字代替，随便一个字就是说比如说动物好了，瓦猪，然后全部代替这个然后我们你把那那么就是这个代替瓦猪，我个的人你改造令改造生气的是这只狗这个狗瓦猪是狗这样，所以我这个乌指称就是后面这件事情比如我们你把那弄这个古个的人你改造就让改造生气的。个德勒尼改造生气的原因的事情是哪一件事呢？比如你把那都拿弄这样子。好，刚刚这个是 Alex 的修正这个刚刚我们也有讲过了。好，那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第三个这个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像这个讯息栏这边最后一盒就是最后一个 Alex 所提供的这个句子Cinamuhku matawalai 对不起 Cinamuhku matawalai numaku ikamanhu 好，我刚想了一下，我们先来看，因为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嘛我看一下好，我先用跳的因为我自己也会产生一些疑问，所以我们来厘清一下像那个凯明老师你也帮忙看看因为你对这个会比较在行。像这个我们 PPT 这边的第二个 Magadawalai 是被谁笑的那我们再回 Magadawalai 跟Matawai Magadawai 好，可能在使用上我们再精确一点我自己也要再厘清一下这个中文翻译就是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讯息栏 Cinamuhku matawalai numaku matawalai 是遗忘的人我请那个凯明老师，我们看看那个就是讯息栏那个，因为我刚刚越看越有一些想法。Cinamuhku matawalai numaku ikamanganhu。那么是我有看在，好的，老师就您的那个什么教材，如果是那个 Alex 的，应该是主动的吧？那个马达瓦赖应该是主动的，应该不是被动的。在他后面应该会不会是那个不能加那个加 nu 啊？我不知道，应该是
吉那莫古马达瓦莱。我想一下，如果我看一下哈，如果要怎么修正比较好？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件事。吉那莫古，我这样说好了，你看看对不对哈？如果我用那个呢？吉那莫古马达瓦莱努马古伊干马安胡，那么是我在童年时，在童年时被我遗忘的人，被我遗忘的人，好像如果马嘎好像就可以嘞，好像是可以哈。对，好被动才可以哈。被动如果是被遗忘，就老师您这个教材，应该他要把那个努马固要把它拿掉就可以了，好像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中文也要改，那莫古马达瓦莱啊，我想一下哈，如果我们从中文翻成主语的话，如果那莫是要不要那个森伦哥我感觉上是不是一干嘛爱那个努马固要放在那个我的童年？一个曼和努马古，哦，对，是不是要这样比较顺？好，如果我们不修改中文的话，哈，那么是我在童年时就遗忘的人，所以这个那么是被忘的人哦，是那么古马达瓦莱是被忘记的人哦，是遗忘的人。我想一下，好像也怪怪中文的意思。好，还是说我们先往下，如果待会看看能不能那个思绪会稍微厘清一点。老师，如果把那个诺马固改成嘎固的话，可以吗？即那么古马达瓦莱嘎固，就不对了，这样子，这样就不对了，这样不对哦。哦，好。对，嘎固是主格嘛，然后马达瓦莱嘎固这样就，吉那莫固，等一下啊，我想一下，我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什么，森龙哥，如果我们那个，因为他忘记的是那个拿莫是被他忘记的人嘛，对，那个拿莫是不是要当受格比较好？吉那莫，所以它变成忘记拿莫，应该是嘎咕咕我啊，对，嘎咕咕马达瓦莱吉那莫汉，对啊，对，好像要倒过来这样哦。对，然后中文看一下啊，好，我来念一下，嘎咕咕马达瓦莱吉那莫汉，一个漫画故，我小时候看漫画故，那么是我小时候遗忘的人，那么嘎咕咕马达瓦莱，凯米老师，这个中文要怎么翻呢？真的，嘎咕咕马达瓦莱吉那莫汉，那么是我遗忘的人。嘎咕咕马达瓦莱吉那莫汉，嘎咕咕马达瓦莱吉那莫汉，你敢漫画故？志龙哥，我问一下，达瓦它是妈型还是咪型的动词啊？马达瓦拉妈型，妈型的哈，妈型的马达瓦拉。嘎咕咕马达瓦莱吉那莫汉，你敢漫画故？他是不是在我小童年的时候，
在我小时候忘记拿莫的，那么是我。好怪哦，中文。姑姑哦，那个李信，你写我们是 AY， 然后赖，然后后面写被遗忘。那个李信，你要说的是什么？你方便说吗？我们是爱，还是你不方便说话？范例是造句，好，不方便，好，没关系。那也许你可不可以就是写出来你的例句，或者是那个比较完整的那个问题这样子？因为我这样看有一点猜不出来，是回应我们刚刚的讨论吗？哦，是。森龙哥，我觉得这一句应该用被动就没有问题了，就是马嘎达瓦就对了。他现在的问题好像就是用马达瓦，它是主动的，所以句子看起来怪怪的。Alex 是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觉得用那个马嘎达瓦比较贴切啦，好像是哦，对不对？对，就不会绕那么大圈这样。就我一个非母语者来学的话，用马嘎达瓦反而比较好理解这样。其实刚刚凯米老师提供那个也可以，就是那个嘎姑姑马达瓦拉伊吉纳姆汉，赶忙划过，就是我是忘记纳木的人，在我小的时候，我是忘记纳木的人。为什么中文会很怪啊？因为其实我们照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翻译的这个方式来照了，但是在主语的那个听觉上我觉得也没问题。就是我刚刚做修正的，也就是刚刚嘎造提供的，就是把那个嘎固放在最前面，嘎固古马达瓦赖金纳姆汉这一句其实没有问题，然后再加后面这个也 OK。以感曼和阿姑，就在我小的时候，我是忘记纳木的人，就是忘记做这件事的人是我，做什么事呢？就忘记纳木这件事。这样，那如果说要好听一点，当然就是你刚写这个，纳木是我童年时就忘记的人。不过，但是这个中文翻译跟我刚刚讲的又不太一样，可能会让人就是说让初学者会很多疑问。我再讲一次哦，我待会如果有时间我再把它打上去。嘎姑姑马达瓦莱，我是那个忘记的人，忘记谁呢？吉纳姆汉啊，嘎姑姑马达瓦莱吉纳姆汉，伊甘曼胡阿姑，就在我小的时候这样的。我是忘记纳木的人，在我小的时候，我是忘记纳木的人，中文就很奇怪了。好，那如果理性的那个造句哈，我们按达瓦莱努米苏。好，那理性的这个造句，它少写了一个哦。我们按这是什么东西？我们按古马达瓦莱努米苏，因为少了一个这个古这样子，我帮你写啊，因为你不方便嘛哈。按古马达瓦拉米苏。好，那中文翻译呢，就是说你所忘记的是什么哈？马达瓦赖。那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马达瓦赖哈，我们是使用
我们先看它的中文啦。你看这个 PPT 哈，我们这边是写的人哈，但是在李信所写的这个例句哈的这个马达瓦赖，它并不是讲的是人哦，它讲的是这个赖哈是我们海岸的习惯用语，就是你忘记的，你正忘记的，就是我们常常海岸的会加一个爱，那所以那个这个中文翻译哦，只能翻成你忘记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打话说，比如说小孩子要上学哈，问他一下，你忘记的是什么？我们安是什么？然后然后后面是补语嘛哈，我们打话来说，你忘记的是什么？所以跟我们刚刚要用的这个马达瓦爱怎么样的人哦，我们有使用一个的人哦，所以是不一样的哦。那你这一句其实是对的了，只是中文翻译会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 Alex 的修正哦。Kakuku matawalay sinamahan. 对，ikaman ho ako. Sinamah ko magkatawalay naman ko. Ikaman ho. Kaman ho 也可以，在我小的时候，kaman ho ako 也可以哈。所以那个 Alex， 你其实这个例句啊，是我们后面会用到的，所以你已经先写，没关系，你已经先写了哈。我等下再另外想。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凯明哥，谢谢。所以那个李信，你知道我说的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你这一句是没问题的，可是你的中文要这样翻哦，就是你所忘记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安什么？哦，我们安古马达瓦来努米苏，你忘记的是什么？那跟我们这边要练习的这个马达瓦，所以你还是要记得哦，就是除了我们海岸常用的加 ay 哈，你正在忘记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会习惯用那个赖哦。那这边讲的这个马达瓦赖是笑某某的人，笑某人事物的人哈，笑某人事物的人马达瓦赖啊，我是马达瓦赖忘记某人事物的人啊。好，我希望你可以听到明白哦。好，那我们就往下哦。好，也是另外哈，马卡达瓦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咪型的，比如说我之前讲的那个咪型的动词字根，比如说这个阿拉，我之前用阿拉哈，阿拉就是拿米阿拉，那我们是主动去拿东西米阿拉，那如果东西被拿呢，就用马哈马阿拉，那这边的马阿拉它是被动式。我刚讲的那个米阿拉是拿，马阿拉是被拿，跟这边讲的那个马型又不太一样哦。好，所以如果是马型的字根呢，马达瓦是笑而已哦，并不是被笑哦。那如果要被笑呢，被动呢，就像这样子哦。我们这个 PPT 里面就变成马嘎达瓦。哦，就会变成被动了哈、哦，被笑马个刀啊，你阿公被阿公笑，马个刀啊，你伊娜被伊娜笑哈、哦。好，可以分辨哈、哦，这个在咪型里面，如果变成被动是变成马哈、哦，这个动词前面变成马，但是在妈型里面，就是在妈后面加一个嘎哈、哦。马格达瓦了，这个方法哦，加一个嘎这样子。好，那下一个呢？嘎达瓦恩，哦，这个还是要分辨哦，跟我们刚刚的那个这个哈、哦，嘎达瓦安
所笑的人事物哦，地点、时间、人或事哦，Katawaan 跟 Katawaan 会不一样哦。Katawaan 要被谁、被什么笑哦？Katawaan lumaku 要被我笑。我怎么给说？Katawaan lumaku 你所做的事是要被我笑的哦。Katawaan 哦，要被谁笑？lumaku 哦。好，我们来试试看哦。这只有2个，你看，第一个会很简单的，第一个就不会很困难。第二个可以稍微想一下哈，要被笑哈。成龙哥，那我先哦，可以吗？好那，OK，我先一样。第一个哈，maka，我这次用讨厌无戏，maka 无戏，你嘎造几班奈，班奈被嘎造讨厌，这样对哈？对。第二个是嘎无戏你嘎造几班奈。班奈要被嘎造讨厌了。好，OK， 2句。好，那我帮忙打一下好吗？maka 无戏，你刚刚讲什么？你嘎造几班奈？好，对对对，好，我帮忙写一下好吗？maka 无戏，你嘎造几哎，知道？哦，这样对不对？maka 无戏，你嘎造几班奈？对对对，就是中文就是班奈被嘎造笑，讨厌。讨厌啊，maka 无戏，你嘎造几班奈？好。班奈被马嘎哈马嘎是被讨厌，马嘎是被讨厌，马嘎是班奈被讨厌，被谁讨厌呢？马嘎是你嘎造是班奈这样哈。好，第二个嘎是恩，我顺便打哈。后面都一样啊，后面都是你嘎造几班奈，对。搞学你，然后 OK， 就是直接。而我第2句的翻译就是班奈将要被嘎造讨厌。好。可能前面的原因就是说他可能做了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事，所以他将要被他讨厌的。搞学你嘎造是班奈。好，班奈要被嘎造讨厌。搞学要将吗？我想一下，要将吗？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这个嘎无西已经发生了，嘎无西恩有发还是没有发生？已经发生了。如果没有发生，可能要另外用另外那个哦，了解了。变成那个什么我看一下哦，就是这个要这个哦，我知道，有没有？哦，这对对对。个好像我少写了一个将，对不对？这个才是。哦，我懂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对。然后这个搞学恩你搞着急吧，那就是真人也没有将已经就是被讨厌。我懂，
所以这个是没有，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概念哦。那我们如何分辨呢？这两个毛细这个造就本来样子，我觉得这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应该是说，搞毛细嘛搞细你搞造就本来被改造讨厌，然后搞细你搞造就本来要被改造讨厌，这个发生了吗？想一下啊、搞细你搞造就本来毛细嘛搞细搞造。好，凯明，你有想法吗？没有，你刚刚我是有姜，对不对？你刚刚有姜，对不对？对对姜要对，被感觉上好像好像中文翻译好像有一点未来式的感觉。搞谢恩，你搞早就本来所以这个如果我那个像这件事就是说有那种就是未来的感觉吗？不，因为我的那个语感很差，对。可是如果是觉得像这个会比较有那个导啊，它是重复字根加啊嘛，有谢恩有谢恩，你搞早就本来这个才有才有姜哦，这个就看到吗？我们有我们其他人也顺便看哈，就是这个达瓦恩将要被谁笑哦？我学恩它是母音嘛，母音就没有子音，所以它就直接加我学恩这个还没有讨厌呢，只是将要被讨厌而已。我学恩达瓦恩这将要被笑，还没笑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要被笑，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它呢？好像两个是一样的，马达瓦是被笑，达达瓦恩要被笑。我觉得它的意思是一样，只是在那个中文翻译上，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就好了，要被笑。那这个有没有未来的那个感觉呢？好像没有，有吗？凯明，你觉得呢？要被改造笑，把那要被改造笑。中文我觉得有了，但是我的主语的语感太差了，就是我不知道嘎乌西摁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已经，我其实也不太能够感受了，看看有没有人会讲主语。有些恩，其实从主语从主语看是已经笑了，就是哦，这件这样子，事是确定的，对对对，所以它跟第一个它其实是可以用，是通用的。那我们如果在中文只是说怕会有误会，哎，就森龙哥，是所以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说，他这个是在描述那个，就是说那个过去就是被笑，就是已经发生过了嘛，对不对？对马嘎啊，如果是我的话是马嘎无戏，就是被爱那个 啊。OK 如果我描述就是说，1995年的那个春天呢、那个班奈要被改造，哎，因为某件事，班奈要被改造爱上，这样是不是在描述过去的时候？所以它是已经发生了。对对对，是已经发生了。哦，那这样我比较中文要怎么中文的话怎么弄比较好呢？第一个是没问题，马格达瓦是被笑啦。对对对，那他比较比较是就是讲现在式啦，马格达瓦
就是讲现在式。马嘎达瓦尼嘎造吉巴奈，就是一般啊，就是一般现在，你可以讲现在式了哈。马嘎达瓦，那嘎达瓦恩，这个好像是已经发生了，所以要中文要怎么写呢？要背，因为这个如果要背又变成那个，它这个感觉是不是过去的未来式啊？用英文的讲法，嘎达瓦恩，过去的未来式啊，就是其实已经发生过了，然后它是在描述以前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搞闲你个造一般奈，搞闲你个造一般奈。这个有没有起始句的意味啊？神龙哥，对，老师这个有这个意思吗？我想一下啊，搞闲，搞闲，你要马嘎达瓦马嘎乌比，这个是没问题。搞闲，可是中文要怎么翻呢？搞闲你个造一般奈，搞闲你个造一般奈，本奈被搞到哎，神龙哥，所讨厌。如果用那个，就是说第三人称的立场讲这一句话，是不是就比较顺了？哪一个改第三人称？比如说，就是就是说，我就对着那个某人讲说，哦，那个嘎造，板奈要被嘎造爱上，就是说我是对着某一个人讲这一句话，是高兴。如果那用讨厌也可以啊，要喜欢高兴你个造一般奈，啊，对要对对，要被被讨厌。想一下，我为什么会要讲要被？如果是所改成所，想一下啊，搞兴你个造一般奈，般奈是个造所笑的人，所讨厌的人。老师，如果我今天讲说哈，那个比如说我就对着板奈讲啊，说板奈高兴恩，你嘎造伊迪苏安难这样，可以这样讲吗？他说板奈哦，你要被嘎造爱上了这样，他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应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笔误了，因為他没有要背呢。哦，因为这个中文的要背就是有未来式，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中文就是有未来的感觉，要背怎么样？是这个是还没没有未来。OK， 那我知道。对，所以这个我一直想不出来中文要怎么改比较好。想一下，本来搞写你搞造说那这个很伤人呢。本来搞造要你要被嘎造爱上了，讨厌讨厌的，对。你要被搞造搞嫌，没有要被呢，搞造把那你要被讨厌，你要被嘎造讨厌了，对，不，没有要被哈，没有，你是搞造所讨厌的哦，搞嫌。好，那看看 Alex， 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在这边研究哈，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啦。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就是我们一起讨论哈。因为那如果说我们线上有老师也可以提供想法哈，就说我们看能不能透过我们彼此的语感，然后把那个最精确的那个中文翻译弄出来。哦，因为我也不想混过了，因为这样混过其实对我们都没帮助。那我比较确定的是说，这个嘎达瓦恩
如果用这个嘎造的这个例句哈，搞喜恩你嘎造去把那搞喜恩，如果我要把它翻成把那要被嘎造笑哦，这个中文它就有将的意思啊，要被，因为要准备被笑了哈，所以它有还没发生，是要被而已，所以就会有一点抵触这样子。因为这个我自己的语感是搞学你搞着急吧，那他没有，他已经讨厌了。我只是说暂时还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中文翻译方法啊，就是搞学你搞着急吧，那就是把奈是搞造讨厌的。好，我们这有想法有说法了吗？搞造老师？森龙哥，我这样听你讲，我感觉上好像是他讨厌已经是确认了，他只是跟他再强调，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对啊，搞学哦，这个很伤人呢、搞我知道，这个哦，搞笑，那我懂这个意思，他应该就是说，诶，那个搞笑，你改造及板奈是确定被改造所讨厌嘛？他这个是对，已经确定的。像哦，刚如果要比较这两句啊，马搞西你搞造几班奈，这个还好、欸。对，如果我这样讲，搞西你搞造几班，哇，那个班奈听了会很难过哎、我懂，我知道，那老师我懂这个意思了。对是不是哦？对对，就是说这我是个是更强化那个改造，板奈被改造讨厌这样子。对那个搞西那个呢，有一点会伤人。那如果我们改成好听的呢？也是一样哦，会加重哦，就是搞乌拉乌搞乌嘛乌拉嘛哈，搞乌拉很你搞，这个有加重呢，嘛乌拉嘛搞乌拉嘛搞嘛搞乌拉你搞造几把那，等一下，嗯，乌拉是嘛乌拉嘛哈，好嘛搞乌拉你搞造几把那，跟搞乌拉很搞乌拉很你搞造几把那个语气上确实是有差，而且蛮多的。所以那个嘎后面加 n 这个 n 哦，在表达力上会有不同的那个表现的，比那个上面那个还要更加重。森龙哥，如果我刚刚按照那个，如果用乌拉用喜欢这个字哈，比如说我说乌拉哼你嘎造吉班奈，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讲说，如果你再不去爱板奈的话，他可能就跑掉了哦？会不会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意涵呢？就是说有没有这一层意思？搞了那个造几班那，你讲的是下面第二个哈、搞对了对对，搞了哼你嘎造吉班奈，就是说你要再多爱板奈一点哦，不然哦他会离开你这样。有没有这个意思啊？哎，没有呢，搞了我只是比较觉得它只是在语气上的不同，这两个哦，对吗？嘎跟那个嘎恩这样。所以森龙哥是不是说感恩只是把马嘎强化而已，他没有特别的意思？对，所以哦，它很像，很像，但是又感觉上有差异，所以我这可能还是要修改一下。一开始会觉得它是将要背了，后来想一想，好像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那个表达力上会有不同。搞了很你个糟，因为那个说话就会讲搞了很你个糟，就把那
那个欧拉，你个造就把那不一样哎。一般人讲好听的会用第二个，喜欢听第二个。那如果讲难听的，会不喜欢听第二个，是这样子，因为它被强化了。那中文的话，我们再想一想好了，看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中文表达会比较好，好不好？我们 OK，因为也没有人提供更另外的想法，所以我们可能会讨论不出来，除非有另外的想法出来了，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结论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好了。好，哎呦，我们今天进度会比较慢，已经56分。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这个3个例句，我们就写快一点哈。好，第二个，苏贤有写例句。好，我们先请苏贤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嗨，Makangusu no Mitilisai Guxingxi，老师被学生尊敬。Kangusuan no Mitilisai Guxingxi，老师一定要被学生尊敬。好，一定好，谢谢苏贤哈。Makangusu no Mitilisai Guxingxi， Makangusu no Mitilisai Guxingxi， 老师被学生尊敬。Kangusuan no Mitilisai Guxingxi， Kangusuan no Mitilisai， 老师一定要被学生尊敬。所以这个还没有被尊敬，对不对？Kangusuan。我看一下啊。好，老师一定要被。好，改明您看啊，如果像朱璇老师的这个例句啊，老师是要被学生尊敬的。这个很好我这个翻译不错，我觉得加个一定好像就对了哦。所以如果我们加个老师要被，就是一定要被，好像就对了。因为它也不是未来式，也不是过去式，对，它只是描述而已。它其实就是好像有一定的感觉啦。那我刚刚想，他那个朱璇就提醒我，但是因为他写了这个一定，所以老师是要被学生尊敬的。这个要怎么翻？这个要怎么写？是要，这个又回到原来的，是要被学生。陈龙哥，如果苏贤写那个，我们把一定放进去，那个是不是有点祈使句的感觉？就是，对，所以好像用一定会比较好，对不对？好像是一定要被，好像就顺了哦，就解套了。对，好像中文加一定，一定要对，一定要被达达瓦恩，就一定要被笑，对啊，这样就解套了，一定，老师一定要被学生尊敬。刚刚说问农民地理来个信息，对，没错，刚刚说问农民地理来个信息，老师一定要被学生尊敬，没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谢谢苏贤。那个 X， 你有写例句吗？如果因为我们9点了，如果你有写，还是说没关系，就这样子，没关系哈。那哪一多？好，那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停在这边，我们下一次下周还可以再做一次那个练习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有一些讨论跟要厘清了，那可能有耽误到各位，我希望是没有耽误到了，因为如果像我们自己都有一些疑虑的话，如果混过去，其实也对不起那个我们线上的学习者。
那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讨论哦，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希望的方式了。希望你们会习惯这样，也更能够有收获这样子哦。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结论，就是刚刚那个刚好苏璇老师提供了这个哈，所以这个在我们这边就改成这个一定要背，就是有一定要背怎么样啊？嘎什么什么这样子啊。我们暂时先这样子，加了一定要这样就比较能解套啊。好，那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下课咯，可以吗？好，可以。好，好啦，谢谢各位的参与，晚安。